今日就邀請咗投資推廣署以及各業界嘅頂尖機構為大家分析同埋拆解香港 Web3 嘅發展前景同埋虛擬資產嘅合規同埋機遇㗎。香港嘅定位咧係國際嘅文化藝術中心，已經係咧呢個 Art Auction Market 全球第二，僅次紐約，已經超越咗倫敦。舊年10月開始，證監會就已經接受發行商佢哋去申請，將一啲加密貨幣嘅 ETF 上市啦，提供咗好多嘅加密貨幣投資嘅機會。今年呢，中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就係數字經濟。咁喺大灣區嚟講，9個城市只有香港呢個地區可以交易發行數字貨幣。咁我哋去比較返，例如新加坡、例如韓國、香港係一個非常之積極主動支持大家去推動呢個虛擬資產嘅呢個狀況嘅。香港呢更注重於這個資產管理這端嘛，比如資產管理的這個平台、資產管理的這個投資的公司，它比較注重於整個 Web3 或者 Virtual Asset 行業的下游，也就是資產的這個流通的這個階段。世界上其實很多國家已經相應的推出一些措施以及監管，但是這些措施都不是最完美的，也不是最好的。香港在這個基礎上繼續提升了這個監管的空間。2013年之後呢，香港重新修訂了香港的信託法，無論你是虛擬資產還是真正的資產，你都同時擁有信託法律的保障和保護，它可以防備黑客入侵，而且呢，香港呢，它可以在你的信託裡面積累這個財富，可以永續性的，可以跨代世代傳承。謝謝。